每年嘅6月10號係葡國日，澳門已經回歸多年，有唔少本地土生葡人仍然都會舉行紀念活動，承傳獨特嘅文化。最後一集嘅葡國文化系列會介紹葡式建築，有則師話，古舊葡式建築除咗外形靚之外，建築物本身亦都蘊含住好多嘅歷史文化。不過好多人參觀嘅時候都冇留意㗎。民政總署大樓係本澳其中一個世遺景點，每日都有好多慕名而嚟參觀嘅遊客。我覺得就牆上的一些裝飾，還有這些類似於壁畫的這些圖案，可能是應該是葡國的一些風格，跟我們平時的不太一樣。牆上嘅葡國瓷磚畫其實非常珍貴同有特色，已經有過百年歷史。不過大部分嘅市民同遊客參觀嘅時候都冇留意到。民主大堂呢，佢因為都好耐啦，咁呢一啲瓷磚畫亦都係人哋一嚟到澳門嘅時候就知道呢啲係南歐嘅，歐洲嘅南邊係葡國啊、西班牙啊嗰度嘅一個特色嚟嘅。咁變咗一入到去呢，你就會覺得即係葡國文化呢會喺呢啲瓷磚嗰度，佢冇寫出葡文出嚟，但係會表現咗出嚟咯。呢個大學生雖然係修讀旅遊，但係對於葡式建築嘅認知亦都唔多。印象比較深嘅就係葡式石仔路。佢認為喺景點入面加入介紹牌，相信有助大家了解葡式建築嘅特色。我覺得都需要嘅，因為點講啊？因為可能喺從細緻上咧，咁澳門居民就唔會太清楚咯，即係佢哋會淨係會知道基本上表面上咯咁樣，即係細緻嘅地方係點樣會係葡式咧？咁樣點同其他第二特色點樣有咩唔同咧？就因為我覺得唔同嘅都係在於細緻上咯。導遊嗰個水準雖然好咗，但係仲未夠。因為一般我睇呢，佢哋淨係識講少少嘅歷史，但係講嗰個大廈嘅歷史或者邊個出名嘅喺嗰度住過唔夠嘅。其實你講建築物呢，佢自己有佢嘅歷史嘅，佢嘅牆邊呢有佢嘅歷史，嗰個屋呢有佢自己嘅靈魂啊。佢認為建築物本身嘅特色同風格係值得向大家推廣嘅葡國文化。